来关心，这礼拜一大东有一个人徛倒摆，较唔驶车的人，伫咧有刷煞的时向强冤家，伊阵起性地一直大声喊叫警察，头尾差不多跳针1分半钟。画面可能破伫人民册社团，网友笑讲，敢会是因果瓦架，嘛有人笑讲会当加做一首电音歌。 那个票！叫警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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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管驾驶安怎喊安怎讲，技师拢一直喊叫警察，repeat 搁再 repeat，行车纠纷变做是 rap 比赛。没有空跟你玩了。叫警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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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驶搁来闹话，爱伊好好讲清楚，但技师情绪无法度控制，1分半钟内底已经叫100外届叫警察，互驾驶最后敢若会当认输。叫警察！叫警察！叫完了没啦？技师叫甲破声，嘛叫甲驾驶挡袂牢，偏仔懵的人就走，但伊煞对伫咧后壁来呛声，画面互人抛起你面册。网友讲实在是伤过厉害啊！大家拢咧算到底伊是叫了几摆警察，嘛讲伊是互人耽误的 rap 歌手，还有人讲这敢是咧学英歌，甚至有人滚装笑表示会当将影片加做2019年叫警察的电音舞曲。跟另外一台自小客车产生了行车纠纷，双方理论的过程中，他遭到对方动手去推挤，导致他的手腕受伤。本所员警了解了案情之后，依规定来受理报案。千叫万叫，技师最后来警察局报案，但是伊伫咧紧急之下逼出来的连环计，互驾驶是听甲头晕目暗，嘛互民众大开眼界。叫警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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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者综合报道。